光为雷照因，故乡的大惊。天师甲伊讲，无得惊，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，互百姓拢有份。恁要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困伫昨年的，即个就是互恁做记号。犹太地的表现啊，因为要为一个人君对你出，伊要成做我的百姓的牧者。故样的就讲，打咱来去并行，看所成的事，就是主报咱知的，就紧紧去找到玛利亚甲约瑟。佮看见婴仔困伫沼里，是上帝，予咱结果。
因看见伊了后，就将所看见的，甲得到婴仔的事报人知。听见的人拢奇怪，各有个所对因讲的事。耶稣出世得荣耀，有几若个博士对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讲：出世做犹太人的王的伫倒落？因为阮伫东方有看见伊的星，才来要拜伊。因伫东方所看见的星，最头带因到婴仔的所在，因看见迄粒星，欢喜到袂孤直。当因入到厝的时，看见婴仔甲伊老母玛利亚，就趴落拜婴仔。因就开因的宝盒，献礼物互伊，就是黄金、乳香、蜜药。
这点咱要来奉献。